今次嘅新深澳遊，我會帶大家去桂林。咁其實咧，點解我會去桂林呢？就係我小學嘅時候咧，有篇文章咧，就第一句就講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就想知道呢個山水咧，究竟點樣去甲天下？咁另外咧，我亦都好想知道桂林嘅人咧點樣去養生。以下落嚟咧，我就會帶大家去桂林，去感受一下當地嘅文化同埋養生嘅智慧啦。喺舊年年底，瑤池漢方慈善基金舉行咗2次身心滋養嘅講座，好多謝大家熱烈嘅支持，反應非常之好，座無虛席。咁喺新嘅一年2026年咧，我將會每個月代表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舉行一個升級版嘅身心滋養嘅講座。屆時咧，我會同大家一齊做經絡操，一齊禪修，做一啲 DIY 嘅一啲茶包。咁以下咧就係嚟緊嘅題目啦。如果大家想參加嘅話咧，可以 WhatsApp 翻我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手機，或者打電話過嚟，咁樣預約都得嘅。第一，山水養生，大家可以見到咧，呢個係桂林嘅蘆笛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鐘乳石，咁簡直係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啊！桂林嘅離江風景、象鼻山、蘆笛岩等等呢啲自然景觀，除咗係文人嘅靈感泉源之外，亦都孕育咗天人合一嘅養生哲學，體現咗人同大自然和諧共生嘅智慧。第二，飲食養生，喺桂林經常會喺唔同嘅食肆食到農家菜，例如漓江魚、走地雞，用新鮮淮山製造嘅天然甜品，同埋佢哋新鮮摘嘅青菜，食落去都覺得特別甜㗎。第三，農耕養生，由市中搭到嚟呢度龍脊咁高嘅地方咧，大概2個鐘頭嘅車程。咁呢度咧，你可以見到咧有好特色嘅梯田。呢度所住嘅少數民族咧，都係苗族同埋瑤族。瑤族咧亦都叫做長髮族。咁佢哋咧一生人只係剪過1次頭髮嘅啫，就係喺佢哋18歲嘅時候。咁佢哋咧嗰啲頭髮咧又長又密喎，相傳咧佢哋係用啲洗米水咁同埋咧一啲茶籽油嚟到洗頭嘅，咁所以咧特別濃密。咁呢度咧亦都係叫做長髮村啦。我而家食緊呢個咧就係烤紅薯啦，即係烤番薯。呢度咧盛產嘅咧就係紅薯、辣椒、柿子同埋羅漢果。咁有時咧會見到啲薑啊等等嘅。咁呢度嘅農作物咧係特別靚嘅，因為都係有機耕種啦。咁同時咧，你可以見到呢個地方空氣環境都咁好，咁所以咧嗰啲紅薯咧都特別香甜嘅。另一方面，龍脊梯田嘅農耕文化強調咗順應天時、體力勞動同埋自然節奏嘅同步。除咗可以見到林林種種嘅農作物之外，亦都見到佢哋種咗草藥，例如羅漢果、三七、草珊瑚等等。當地嘅人同我講，喺秋燥嘅時候咧，佢哋都會煲啲羅漢果嚟到飲，幫助潤燥，強調防病於未然。第四，民族之間嘅和諧共存。大家好啊！大家可以見到咧，我呢一身嘅裝扮咧就係苗族嘅服飾啦。咁可以見到咧，有好多嘅裝飾，係啦，好細緻嘅裝飾。咁苗族人嘅話咧，個花冠係特別大嘅，佢哋咧好特別嘅，係以熱情見稱。如果係有賓客或者係有新嘅客人嚟屋企嘅話咧，通常咧就會煲雞宰牛啦，咁亦都會請佢哋飲牛角酒嘅。除咗漢族之外，有藏族、瑤族、苗族、侗族等等唔同嘅民族嘅飲食、醫藥、文化、藝術互相交融，令到桂林充滿咗活力。喺桂林嗰幾日咧，天氣非常之好啊，
非常之曬，非常之熱，咁所以咧我就用我自己研發嘅呢個中藥防曬霜咧嚟到預防翻嗰啲紫外線所帶嚟嘅傷害。咁裡面咧都係一啲中草藥嘅成分，既可以保濕之餘咧，亦都可以防曬嘅。咁 SPF 咧就係有45，PA 咧就有4個加，可以預防翻 UVA 同埋 UVB 所帶嚟嘅損害嘅。咁另外咧就係我翻到屋企咧就會敷翻呢個舒緩保濕嘅 mask， 咁都係我自己研發，就可以幫助咧我哋舒緩翻我哋喺旅行當中咧有時會即係舟車勞頓啊，咁皮膚因為咁樣咧而乾燥嘅。呢個有機嘅草本防曬霜同埋呢個有機嘅舒緩面膜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經過呢幾日桂林之旅，我深深咁樣被如詩如畫甲天下嘅景色所感動。咁其實養生好簡單，就係喺四季嘅跌宕起伏嗰度，我哋好好咁樣注重翻我哋身體嘅變化。例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我哋所對應嘅食療都係要唔同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平時咧就好似桂林嘅山水咁樣，好似水咁樣咁鬆容咁樣流動，好似山咁樣咧，將自己嘅基礎紮到最深同埋最穩嘅。咁其實桂林嘅山水就好似我哋一面鏡子咁樣，可以照出更健康、更美麗嘅自己。